喺而家呢個電子通訊咁發達嘅年代，收到陌生人嘅來電、電訊、短訊已經唔算係啲乜嘢嘅新鮮事。好多人都試過收到聲稱係稅局、領事館、警察等權威機構發出嘅警告，或者係通緝令，又或者係唔知邊個寄嚟嘅親切慰問。呢啲莫名其妙嘅白撞信息，其實就係靠捉住人嘅心理弱點嚟乘虛而入。因為千百人入邊總會有一兩個因為心虛想揾快錢，又或者太寂寞而中招。最近加拿大華人圈子裏邊又出現咗一種新嘅騙術，你點都估唔到，只係回覆咗一個 WhatsApp 嘅短信，自己嘅賬戶就俾人騎劫咗。更加可悲嘅係，今次騙徒係利用受害人嘅一片好心嚟行騙。讀者李太同時線加好報料，話佢喺4月頭嘅某一日，突然間收到一個老同學嘅 WhatsApp 信息。其實大家已經有3-4年係冇聯絡㗎啦，但係呢位同學突然間話佢唔小心用電話短信 SMS 發咗一組6位數字嘅驗證碼俾李太，仲叫李太幫手用 WhatsApp 傳翻俾佢添。李太回憶當時嘅情況，話佢仲問個同學個驗證碼係用嚟做乜嘢嘅呢？同學就回覆話佢部電話有問題，要用個驗證碼去解碼。李太就完全冇懷疑，順手就將個驗證碼傳翻俾佢。點知一傳出去，李太自己嘅 WhatsApp 賬戶就即刻俾人騎劫咗，所有嘅信息都發唔到，亦都收唔到啦。其實呢種詐騙手法全世界都出現過，香港都唔例外。香港警方表示，今年3月單單1個月就收到93宗騎劫 WhatsApp 賬戶嘅騙案報告，涉及嘅金額超過1000萬港元。而喺今年1月，就一位52歲嘅商人中招，佢嘅 WhatsApp 賬戶俾人騎劫咗之後，騙徒即刻用佢嘅身份聯絡佢嘅朋友，叫人轉錢去啲不明嘅戶口，結果損失超過68萬港元。喺今年1月，英國德比郡警方發出警告，話有越嚟越多騙徒試圖騎劫 WhatsApp 賬戶。警方話，騙徒會滲入啲大型群組，好似宗教團體或者大學生群組，喺群組裏邊鎖定受害人，揾到佢哋嘅驗證碼之後，就會冒充受害人，聯絡佢哋嘅朋友或者家人，呃佢哋轉錢。其中有啲人中咗招，損失咗600英鎊。其實騎劫 WhatsApp 嘅騙案原理係咁樣嘅。騙徒首先攞到受害人嘅電話號碼，然後喺 WhatsApp 嘅登入畫面輸入受害人嘅電話號碼。WhatsApp 會經 SMS 發個驗證碼去受害人部手機，之後騙徒就會假扮係受害人通訊錄入邊嘅親戚朋友，揾受害人攞翻個驗證碼。受害人如果一時大意、分心或者冇諗清楚，咁樣就好容易中招㗎啦。如果將個驗證碼傳翻俾個騙徒，結果自己個 WhatsApp 戶口就會俾人騎劫咗㗎啦。要防止黑客騎劫 WhatsApp 賬戶，多倫多警隊商業罪案部建議大家要做以下幾點：第一，絕對唔好分享驗證碼，無論對方話佢係 WhatsApp 官方，抑或佢係你認識嘅人，都唔可以將 SMS 收到嘅驗證碼傳俾人。第二係啟用雙重驗證，喺 WhatsApp 設定入邊開啟雙重驗證，加多一道安全保障，就可以避免賬戶被盜。第三，小心涉及金錢或者個人資料嘅信息，即使係熟人傳嚟嘅要求、匯錢或者係提供資料，都要打電話親自確認，唔好即時照做。第四係定期檢查登入嘅裝置，打開 WhatsApp 嘅設定，睇下有冇陌生嘅裝置連住你嘅賬戶，唔識嘅就要立刻登出，用完公用嘅電腦記得要特別小心。第五係舉報同埋封鎖可疑嘅信息，用 WhatsApp 裏邊嘅舉報或者封鎖功能，就可以即時處理可疑嘅聯絡人。第六係教育身邊好容易受騙嘅人，例如長者或者青少年，提醒佢哋唔好亂信陌生嘅信息，避免墮入騙局。呢啲係簡單步驟，可以大大減低你被騙嘅風險。安全第一。有關點樣攞翻自己嘅 WhatsApp 賬戶控制權， WhatsApp 嘅官網有以下嘅說明。如果你懷疑有人用緊你嘅 WhatsApp 賬戶，請立刻通知你嘅家人同埋朋友，因為騙徒可能會喺對話或者群組之中假扮你。第二，如果你個 WhatsApp 賬戶俾人騎劫，可以用你自己嘅手機號碼重新登入 WhatsApp，
然後輸入你經 SMS 短信或者電話收到嘅6位數字驗證碼，重新註冊賬戶。一旦你重新註冊成功，騎劫你賬戶嘅人就會自動被登出。第三，你可能會收到系統提示你輸入雙重驗證碼。如果你唔知道呢個密碼，好可能係騙徒之前已經開咗雙重驗證功能，咁樣你就要等足7日先至可以重新登入啦。第四，如果你嘅賬戶被暫停使用，可以向 WhatsApp 嘅官方求助。你可以喺 WhatsApp 應用程式入邊撳要求審查 （Request a Review）。其他有關問題亦都可以向 WhatsApp Support 查詢。想知道 WhatsApp 騎劫騙案受害人嘅真實經驗，騙徒又點樣利用騎劫得嚟嘅賬戶呢？大家可以上網加拿大《號角月報》嘅網站閱讀6月份嘅專題《WhatsApp 被騎劫怎麼辦》。